经济部空田和应变小组建议，土著矛盾加南部分地区差不多41000公顷的农地要停工休耕，当然农民态度如果反弹咯，因为讲也当然会影响因的生活。研究农业的学者认为讲，休耕对农业的损害唔单仅农民会受到影响，也后背还有过多的生态问题，也都牵涉到规个农业长期的发展，政府要好好思考同措施。北台湾过天年有4.1万公顷的农地要拄到停工休耕，也项决策对农民来讲会有直接的影响。很多农民到过天年返工的有好过的12年前，迄个无批土补助就会完全无收入。明年、贵年1000又没有收入，给屋下小婴的学费、生活费2万来维持。台湾长期以来完全牺牲农民全部的社会的成本代价。全部农民自家来承受，也非常的不公平。台湾出体有几家土地的次工农，其实还有几多农民系同地主漂贴来工。休耕决策三无考量到按照天农行外纳休耕期的租金毛。另外一方面，休耕过后爱复工，其实行外厂前期不用皮料大田也要看不到的成本，都应该爱向下考量。种田这件事情，并不是说，我随时说停就停，然后说种就可以种。那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，包括田地的养护，包括先期资材投入等等的。或者讲，师傅的爱几多的水，看起来是农业用水几多，不过其实没系啲含用地下水，也没关系后场嘅生态环境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地表水上面的不够。水库上面的水，我看它一天比一天还减少，这样子的不够。我们要审慎思考，农业它的价值，真的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个账面上面的价值吗？你如果没有水，农地上可以涵养多少的动物啊，多少的植物啊？你把水拿走了，农地上那么干，那些鸟，它还会再来这边来觅食吗？还有很多的一些植物、动植物，其实都会受到影响。农业在经济考量下，接受唔受到冲击。不过，主体生产的农作物，其实还包含生产、生产同生态3方面。政府机关做出休耕决策，将提出补助农民耕种的收入平添，应该要去思考。迄讲过后，气候变迁的问题冇办法解决，咁就会继续用休耕来省水农。也背后的粮食问题、生态环境破坏一条，要用危去面对，也咪系政府应该要面前处理所在。下个新闻，派开上陈新义论坛综合报道。